观众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，红心平安。老师啊，咱今仔日走几对啊？我即阵伫澳洲啊，哇，是讲吼，迄个你走走远哦。叫做斯老洛伐师克，对，老师即阵搁伫台湾，所以为着要互咱伫国外的人吼，会当搁较了解台湾是安怎开始的，台湾的教会吼，搁有台湾的一个历史对无？足侪宣教士吼来到台湾，咱今仔要来讲第一个来到台湾的哦，结果伊是迄个啥物？做远来的，伊本身出世伫德国，后来就伫走去荷兰，荷兰读新学院毕业以后，伊就变荷兰的国籍，就入去巴达雅，就是入去就走去上班啦，伫倒位上班呢？就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啦。是安尼。所以阮伫地场内底就咱，不过咱今仔日第一日吼，咱就来看上帝要安怎差遣人去传福音。传福音的代志，毋是讲人爱传就会当传，毋是安尼。是上帝差遣什么人来向对面去，就对，因为伊有一个计划。咱经过几千年后吼，咱今仔日会当看着讲，为什么上帝较早要叫保罗去马其顿，莫对东边对西边去的原因，咱即摆就看会出来。对吼，徛伫做远的所在看出来。对，就是讲，进前可能毋知影为虾米我要走去泰国，来即阵个走来澳洲，安尼撞来撞去吼，即个澳洲的人走去台湾吼，即个人吼叫做 George 吼，甘志士吼，伊是。就是甘地，就是叫做咱叫做甘地书啦。甘地书，伊是第一个来台湾的吼。来台湾的，就是讲就是有教会派伊来，其他无教会派伊来，咱拢毋知影，所以无算。这个是正式有荷兰的教会派伊来台湾这个所在。所以是来台湾的第一个牧师。第一个牧师伫荷兰教会，其实伊是德国人的吼。伊细汉是德国出世，出世迄阵德国有战争，伊伫荷兰，就走去荷兰，就伫遐读神学院，后来就争做荷兰的国籍。神学院毕业以后，通过牧师的资格考试，伊就荷兰的东印度公司，迄阵东印度公司是真大啦，因为伊是一个趁钱的公司，伊的总部设伫印尼的雅加达啦。迄阵伊的总部伫遐，因为因的员工，因的船员啦，还是做生意的啦，所有的人总是爱有一个牧师来安慰因的，伫遐来安慰因的。逐款的无爽快的所在，伊就是，所以拢一定有请牧师啦。这个牧师伊就请这个甘地士来台湾，来台湾的是本地伊是住伫赤坎楼，因为迄是台南的都市，因为台南市较早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啊。因为伫遮听讲有5国的语言，就讲日本话啦，是西班牙语啦，葡萄牙语啦，阁有原住民的新港语足侪，有5款以上的语言，而且讲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。伊就无爱住伫遮，伊自愿要去就是新市啦，较早叫做新港社啦，伊要去住遐，甲遐的原住民，叫做平埔族，伊要甲平埔族的人住做伙，目的要甲福音传落去，所以伊就安尼开始来传福音，这是上帝差遣伊来。是。咱来看。听讲伊后来搁写迄个希腊雅族的这个对翻做
咱慢慢就会了解讲伊安怎传福音，咱可能爱后礼拜才会当讲着福音是安怎传。咱今仔日先大略来看吼，就是讲对外口来看。咱来看迄个圣经内底诶几节，咱来先看圣经啦吼。无啦，咱所以这个无要紧，咱看即张好。1543年诶时候，葡萄牙诶尊者，葡萄牙甲西班牙吼，其实就是咱讲诶塔斯。咱伫用那书内底吼，用那毋是上帝叫伊传互你相信吗？伊讲伊无爱去咧走去足远诶所在，互上帝找袂着。足远诶所在是倒伫塔斯啦。塔斯咱知影伊就是伫西班牙。迄阵西班牙甲葡萄牙其实就是共迄个所在。葡萄牙就是西班牙，拢叫做塔斯啊。葡萄牙诶尊者经过台湾海峡诶时阵，伊看见台湾哇有山，佫有水，佫逐项拢遐尼水，迄树木遐尼水，所以就伫遐讲乌莫萨，就是因诶话啊，因诶话讲哇，好足水诶所在吼，乌莫萨遮尼水，遮尼好看，吼。迄阵葡萄牙就是因不时拢爱经过台湾海峡。就是对，因为迄阵有占领澳门，爱甲中国嘅诗，就送去日本，换日本嘅物件倒转来安尼1624年嘅时候，荷兰人占领台湾，就是伫安平港，咱即摆安平港就是伫遐建设。来1626年，西班牙进驻去家人嘅。就是入去家人，家人诶，当然因入来当老师就是，所以整个台湾北部、南部拢有西班牙人，就是共款啊，拢有迄个塔斯诶人入来。咱来看圣经真哦，咱来看圣经者福音诶传遍，传播福音诶代志是人自愿诶，还是上帝诶启示、上帝诶指示甲因带？咱看即三段圣经，你会当了解。天使对腓力讲，讲起来，南面去，行对耶路撒冷落去加萨诶迄条路，迄条路是通过旷野诶路。伊甲腓力讲，你去遐，腓力感觉足奇怪。传福音哪有人去旷野？旷野要传互谁听？要互迄精神听嘛，野兽听嘛，伊无了解。毋过伊着照上帝指示，着向迄个旷野迄条路行去。哪会知影讲伊行去拄着以索比亚就是非洲啦，有一个太监。伊伫遐对圣经无了解，伊咧看以赛亚书还未了解，未了解要安怎诶？拄回力到。伊就甲伊问，你讲，你咧看圣经，你敢了解？伊就讲我无了解，回力就来讲，我甲你解说，就安尼，迄个福音就传对非洲去，是毋是？迄是上帝诶旨意哦，毋是人想要安尼做，你想也想袂到诶代志。佮第二个圣经再你看，保罗伫美士看见异象，有一个马其顿人徛伫求伊讲，请过来马其顿帮站阮。迄个时阵咱知影保罗本地意思是要向东边去，伊无要向西边，西边爱经过一个海峡嘛，伊向东边毋免，所以伊是计划要向东边。毋过上帝甲伊阻挡，奇怪，伊要传福音是真好诶代志，上帝哪会要甲伊阻挡？佮因暗时互伊看到一个马其顿诶人，叫伊去帮助伊，所以伊就无搁提示保罗伊也毋知影为虾米，伊就过去马其顿。马其顿就是进入欧洲，咱有说明过，就是进入欧洲的第一步，第一个门户伊就入去入去，咱即摆看见为什么上帝要叫伊甲福音传对欧洲，无爱对东边？因为伊知影上帝看见2000年后代志。也看见1000年后诶代志，因为遐诶人
甲遐个船只，拢会向太平洋然后射对沿着陆啦吼，因为对太平洋无可能过啊，太平洋上远啦，伫迄个无动力的船只，敢若靠人工，还是讲布篷，互风吹，是无法度通过太平洋。但是你要伫大西洋的海岸，伊就对欧洲的南部射对非洲的南部。因若船啊无水通啉，佫会当靠岸去用一寡正水通去啉，佫继续到印度洋，印度洋，所以伊就进入印度，毋是经过迄个印尼嘛？伊在印尼设立有无设立一个总公司，就甲迄个福音传入来台湾，哦，这是毋是讲为什么保罗爱对欧洲去的原因？佫来看第3位的圣经。以赛亚书60章9节，你爱了解哦。以赛亚书是伫耶稣出世以前700年写，700当哦。已经有言讲耶稣要出世。这件代志伫这个圣经内底是讲耶稣出世，佮荣耀上帝以后就讲，伊佮互人定死命嘅后来国外以后的代志发生的。伊将迄个2000年后的代志发生的拢写出来。哦，遮个海事，讲遮个海事要听候我，他死的船只要做头，将你的正囝连因的金银，对远远做一个大来，拢为着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，佮为着以色列的圣的，因为伊已经应承你，这个伊就是耶稣啦。哦，伊700伫耶稣出世以前700年，写这圣经。你看吼，迄阵为什么因要来台湾？因为风声台湾有一条河，迄条河内底有黄金。哦，台湾的较早荷兰人画的啦，画的地图啦。哦，这个是一个海图。这个地图当然伊是变过来画，即摆北边是伫。南边吼是伫正边，倒边是北边。伊这个地图阮较早话，伊这个地图的名叫做福摩萨，毋是台湾。因为迄阵无台湾迄个名，台湾是后来才有的。毋过你知影吼，咱写是国语叫做台湾，台湾的台湾话爱讲台湾，即阵才会无人咧讲台湾，大家拢讲台湾。因为本地原住民就是讲，这个所在叫做台湾，这是原住民的音。因的音若写国字应该写大元，对啦吼。因为中国人咧凊彩袂写伊就用中国话落去讲就台湾就好啊。所以所以即摆台湾无人咧讲台湾，大家拢讲台湾哦，就是因为古早就是这个名的意思。咱个对这个台湾来讲哦，台生入来台湾是啥物人？就是他死的船只做头前，拄则迄段圣经咱看，因为这个所在有金吼，咱咧圣经咧读最后迄只圣经咱咧读一解吼。以赛亚书60章9节，遮个海事就是海岛啦吼。遮个海事要听候我，就是讲台湾要听候我，他死的船只。要做头，西班牙的船要做头来发现，哦，将你的证件连因的金银，这个所在哦，因迄阵足欢喜来遮，因为要伫遮来得到黄金，哦，对远远做一个大来，拢为着耶和华你上帝的名，佮为着以色列的圣的，因为伊已经应承你。后来咱这段圣经看了，咱个看遐台湾地图，甲黄金的地图吼。迄阵因为吼，伫荷兰人来占领台湾的是伫台南，台南伊若有风声讲北部家人遐有一条河吼，有一条有一支山啦，比马山啦，伫遐会当挖到足侪金，确实有金有毋对，因为后来吼清国，就是中国大陆清国入来台湾的时候。伊有设立政府设立一个叫做金沙局，专门负责迄个开垦遐个金啊。
荷兰因安怎去北部，因就对南部西对荷兰边过，因为因坐船较紧啊，对路行较慢，所以因用船啊驶来荷兰边，然后佮对东部去避难，佮去就是对花莲啊，即摆台东花莲啊，你得去到迄个出产金仔所在，所以金矿另外较早金矿迄阵因对咱对荷兰人写的一寡历史来讲，因有一个所在写讲有番是中国大陆的人有写的资料，对历史资料看见啦，讲因拢讲遮的原住民叫做番有番人，伊讲有番人手提黄金，番人是个作山车的番伊手提黄金，黄金是足值钱的。伊咧形容讲台湾是黄金足济个所在，所以因伫遐坐路伫遐坐路的时阵，听讲因的鞋就讲清朝要入来遐做一条桥，做条个，发觉工人的鞋拢染足济金连鞋都会染金，所以后来就伫遐开垦迄个金矿，讲连金拢带来，所以。什么人才想发现台湾？就是西班牙，就是他死的船只。所以咱看见上帝传福音的方向，是毋是一步一步带，保罗向欧洲去。伊主动保罗向东边，向西边，因为知影将来遮个人有冒险的精神，迄个民族性啦，因有冒险的精神，而且。因搁伫船只方面较发达，所以因伫迄个就是大西洋的海岸迄边有英国起来、荷兰起来、西班牙、葡萄牙起来，拢是法国嘛，都有拢向外口去殖民。殖民因既然去殖民，比如讲南美洲拢上个，南美洲讲的话拢是西班牙、葡萄牙语。因为因迄阵就是对遐去甲福音传去南美洲，英国甲传去北美洲，有无？然后东部遮就是对英国后来个说过来，台湾也是共款，所以咱大心要看台湾即个所在福音传入的方式，咱就对圣经来研究，就知影上帝的方向对。好啦，咱今日到遮，后礼拜来继续。所以真老无简单，请欧洲的人来到咱的所在吼，即阵我要来转来即个欧洲来熟悉遮的人，真正是足大阵的吼，但是遮个足水的吼，嘛是有足济上帝对毋伫中间啦，伊知影上帝知影讲啥物款的人会当继续吼，所以就是福音的接力棒对无吼？真欢喜吼！观众朋友敢有爱即个新的专辑吼？阮诶以后呢，咱要开始来讲台湾的即个教会历史啊吼，就是安怎开始的吼，嘛是看足济国家有马来西亚有哪讲言话那对？是吼，嘿啊，咱想是头开心大诶人拢叫烦恼，是安尼啊？原住民中国诶拢烦恼。阮伫中国拢烦恼，多谢明辉甲咱解说吼。老师诶，老师诶网线是讲倒一个老师啊？讲诶是迄个欧洲诶声音吼，你诶声音有够歹。可能我诶网络无啥好，这是第一摆伫欧洲跟台湾连线啊吼，所以多谢你甲阮讲吼，阮会阁继续改善。改进，看要安怎？主持人，你拄则咧讲无顺。拄则讲无顺即摆会顺可能是，即阵有较好啊。爱甲伊讲一个，伊较会较好。安尼，多谢观众朋友吼，继续甲咱支持呢。好，安尼嘛是共款吼。礼拜一的 AM 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佮做伙来讲啊。这毋是讲台湾小盐吼，即阵是来讲台湾的历史对无吼？
就是台湾教会历台湾的史吼，教会历史啦，是，嘿，教会的故事。是台湾教会故事吼。咱会讲到足侪。像我今仔日看即个今仔咱讲的即个人吼，叫做啥物？甲观众朋友客气，敢会记得？甘志士吼，嘿，甘地甘志就是甘地书啦，甘志士。甘志士。我较知影讲咱进前的日月潭叫做甘志士较早湖，日月潭还未有名的时阵，第一个名叫做甘志士湖啦。嘿，就是因为即个人吼，就有贡献的，所以甲伊互伊的名会诚趣味吼。好，安尼，迄个后礼拜继续吼，空中再会。你的节目嘛是共款台南的啥物信教会林老师吼，我即阵已经来伫澳洲啊吼，但是嘛是代表科莫基金会吼，来向大家广告下吼。多谢观众朋友，多谢老师，咱后礼拜再会。